人同的救恩禱告。你好，朋友們，今天我們將學習一個特別的禱告，讓我們更接近耶穌。這個禱告開始時承認我們都是罪人，這很正常。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而死，使我們得救。現在我們請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，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刻，讓耶穌進入我們的心靈，充滿愛。我們接受耶穌為我們的主和救主，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。我們感謝耶穌赦免我們所有的罪和賜予永生，讓我們一起感恩。這是一個充滿喜悅和希望的時刻。救恩禱告讓我們作為耶穌的朋友團列在一起。多美啊！記住，朋友們，我們隨時可以與耶穌交談，他會聆聽我們。祈禱就像一把鑰匙，打開與他的特別友誼之門。懷着信心和信任，我們可以隨時轉向耶穌，與他交談。我們與朋友分享這個祈禱，一起談論耶穌。我們可以通過聖經故事和傳說來更了解他，認識耶穌的愛與善良。永遠不會太早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這個美麗救贖故事的一部分。當我們接受耶穌時，我們成為一個大家庭的一部分。他教導我們要善良，關心彼此，就像他對我們所做的。救贖的祈禱是一份美麗的禮物，充滿希望和光明，所以不要忘記每天祈禱，向耶穌敞開心扉。救贖的祈禱是與耶穌展開奇妙冒險的開始。我們可以用很多方式表達對他的愛，包括透過藝術、唱歌和分享耶穌的好消息，是我們的喜樂之一。作為朋友，我們分享所學，並在耶穌的愛中共同成長。信仰社群是我們可以互相支持的地方。記住，耶穌永遠與我們同在，我們從不孤單。與耶穌的生活是一場充滿喜悅和樂趣的精彩冒險。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和他交談，所以當你結束時，別忘了耶穌永遠愛着你，關心着你。謝謝你今天的參加，再見了，朋友們，再見。救贖的禱告。主耶穌，我知道我是個罪人，我相信你為我在十字架上死去，讓我得救。在此刻，我請求你原諒我所有的罪，我向你敞開我的心。主耶穌，來到我的心中，我接受你作為我的主和救主。感謝耶穌，赦免我所有的罪，賜予我永生。奉耶穌的名，阿門。耶穌的聖經故事、教導和預言，來聽耶穌的口述話語，盡在spokenwordofjesus.com。